係植物百味 Vital Basics 嘅助理品牌經理 Venus。首先好高興今次獲得亞洲素食展頒發呢個專業評審大獎，呢個獎對於我哋嚟講意義非常重大，奠定咗業界對本地品牌研發素食產品嘅肯定同支持。植物百味係由註冊營養師陳國斌先生創立，10年前創立咗本地知名嬰幼兒食品品牌寶寶百味 Baby Basics。喺照顧嬰兒嘅飲食過程當中，我哋關注到在職家長同埋年長人士嘅健康需要。透過植物治癒生命呢個品牌理念，我哋嘗試將天然可持續嘅植物元素以及營養科學結合，創製出一系列可預防同治療都市人亞健康嘅營養補充食品。植物百味會繼續研發更多以素食為基礎嘅產品，俾素食媽媽同埋適合各年齡層嘅客戶，將植物治癒生命呢個品牌理念傳揚開去。再一次多謝大家對植物百味 Vital Basics 嘅支持。